歡迎大家收睇收聽隨時論，我係老徐。今日係2026年嘅2月7號。今日同大家跟進伊朗最新嘅局勢，亦都回答一個最熱門嘅問題：特朗普最後點解唔同伊朗開戰呢？不過咧，有人就咁講，伊朗咧就唔好咁老定，因為美國政府目前對伊朗發布嘅旅遊警告已經係最高級別 Level 4，Do not travel， 亦都就係咧唔好前往。呢個係美國對外旅遊警示中最嚴重嘅級別。美國國務院喺官方說明中明確警告美國公民唔好前往伊朗，並且強烈建議目前仍在伊朗嘅美國公民咧喺商業航班仍然可用嘅情況之下，盡快離境。於是咧就有人認為咧呢個正正係特朗普打算向伊朗動手嘅先兆。另外咧，美國嘅航母已經進入咗中東嘅海域，好多人咧就以為咧部署完成之後就會出現一聲令下嘅劇本，但係現實咧佢係美國同伊朗正在阿曼呢個國家裡面談判。所以咧呢一集咧老徐會為大家拆解3件事。第一，美國航母部署到底代表啲乜嘢嘢？係咪準備開戰呢？抑或係一種壓力嘅展示？第二，點解伊朗血腥鎮壓示威之後，談判反而回到核嘅問題呢？第三，以色列點解對美伊嘅談判咁焦慮呢？佢擔心嘅係乜嘢嘢呢？根據國際主流媒體嘅報導，截至目前，美國至少有一艘航空母艦打擊群咧進入咗伊朗周邊嘅中東海域。已經確認嘅係阿伯拉罕林肯號航空母艦及其護衛艦隊已經進入咗美國中央司令責任區，活動範圍涵蓋咗阿拉伯海同埋波斯灣周邊水域。呢個部署咧已經得到美國軍方同埋路透社等媒體證實，目的咧就係喺美伊緊張局勢升高之際咧，強化軍事威懾，並為白宮保留快速反應同埋軍事選項。儘管咧特朗普曾經公開提及有一支龐大嘅艦隊正向該地區集結，但係咧截至目前，國際媒體同埋美軍官方僅係確認咗一艘航母已經實際到位，並未證實同時有第2艘航母咧已經抵達伊朗附近嘅海域。整體而言，今次嘅部署更加多係被解讀為政治與軍事壓力嘅展示，而唔係美國已經進入對伊朗開戰嘅直接準備階段。當坊間期待美軍軍事部署一旦完成，你估唔到嘅特朗普咧就會一聲令下揮軍推翻邪惡嘅伊朗神權政府，為今次示威抗議犧牲嘅伊朗人嚟一次嘅大報復。但正在發生嘅係美國同伊朗正喺阿曼展開咗新一輪嘅談判。我喺1月14號嘅節目中咧，題目係特朗普援助正在上路是什麼意思？美國對伊朗會出手到哪一步？我預計咧特朗普係唔會同伊朗開戰，而家睇上嚟咧就連定點攻擊都唔會。美國同伊朗正喺阿曼展開新一輪嘅談判，呢一場談判嘅時間發生喺2件事之後。第一，美國喺6月份曾經短暫轟炸伊朗嘅核設施；第二，伊朗喺今年1月對國內反政府示威進行血腥鎮壓，造成數千甚至有講數萬人嘅死亡。喺咁嘅背景之下，美伊翻去談判桌，點解核問題始終係美伊核心嘅衝突呢？美國對伊朗核計劃嘅疑慮咧，可以追溯到去2003年。當時國際原子能機構指出，伊朗冇完全遵守核不擴散條約。理論上咧，伊朗可以發展民用核能，但係唔能夠咧利用呢濃縮鈾去製造核武器。2015年，美中俄英法德同埋伊朗達成核協議，限制伊朗嘅核活動，換取國際社會放寬制裁。但係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內咧就退出咗呢一項協議，之後咧拜登政府試圖重啟談判，但係進展有限。與此同時咧，伊朗亦都將濃縮鈾提升到60%，距離製造核彈所需要嘅90%只差一步之遙。特朗普重返白宮之後咧，態度再次轉趨強硬，公開威脅，如果伊朗唔達成新協議，美國將會轟炸佢嘅核設施。喺舊年6月份，美國同以色列聯手對伊朗核設施發動攻擊，但係伊朗嘅核能力係咪真係遭到重創呢？外界至今仍然冇明確嘅答案。除咗核問題之外，彈道導彈係第2個高度敏感嘅議題。伊朗係中東地區彈道導彈數量最多嘅國家之一。喺6月份，以色列對伊朗嘅核設施發動攻擊，伊朗曾經發起大規模嘅反擊，向以色列發射咗超過100枚嘅彈道導彈同埋無人機，作為對以色列空襲其核設施同埋軍事目標嘅回應。大部分嘅攻擊咧都係被以色列先進嘅防空系統攔截咗，但係咧仍然有啲嘅地區造成咗傷亡同埋破壞。根據以色列官方嘅資料，受傷人數達到數十人。美國方面就認為咧，如果唔限制呢個導彈嘅射程同埋能力咧，核協議都係冇實際嘅意義。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更加直言，伊朗嘅彈道導彈威脅不亞於佢嘅核計劃本身。
但係呢個議題咧，伊朗一直拒絕納入談判議題之內。另外多年嚟咧，伊朗支持多個武裝組織，譬如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以及也門胡塞武裝。喺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襲擊之後，以色列對哈馬斯同埋真主黨進行沉重打擊，加上敍利亞阿薩特政權倒台，伊朗嘅地區影響力咧係確實受到削弱。但係呢個唔代表咧問題已經消失，哈馬斯同埋真主黨仍然保有武裝力量。胡塞武裝咧雖然係停止咗襲擊紅海嘅商船，但係依然咧牢牢控制咗也門人口最密集嘅地區。呢啲咧都係美國希望納入談判嘅議題，但係就遭到伊朗嘅拒絕，認為呢個係碰不得嘅紅線。最後一個亦都係最具爭議嘅問題，就係今年1月，伊朗因為生活成本上漲爆發反政府示威，德黑蘭當局以極端暴力回應，造成數千甚至有講法係數萬人嘅死亡。當時特朗普曾經公開威脅會對伊朗進行軍事干預，一度睇上嚟咧美國真係會下令轟炸伊朗，但到最後咧特朗普收回決定，並且表示咧伊朗已經放棄對數百名抗議者執行絞刑。目前咧白宮咧已經唔再將鎮壓問題放喺外交嘅中心，儘管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咧係希望將人權納入談判嘅議題，但係現實上咧談判桌上嘅重心已經翻去核問題本身。Jerusalem Post 即係耶路撒冷郵報嘅一篇評論文章，題目係與德黑蘭對話，為何在伊朗最虛弱之際，美國卻重返談判桌？我覺得呢篇文章咧可以俾到大家一個視覺，呢一次特朗普點解起初喊打喊殺，最後咧佢係選擇同伊朗埋台傾嘅呢個戰略選項。先嚟介紹一下 Jerusalem Post， 中文咧常譯為耶路撒冷郵報，係以色列最具國際影響力嘅英文報紙之一，亦都係全球研究中東局勢、以色列安全政策同埋地緣政治嘅時候，經常被引用嘅主要新聞來源。耶路撒冷郵報創立喺1932年，總部位於耶路撒冷，長期關注以色列國內政治、軍事安全、伊朗問題、以巴衝突以及中東地區嘅戰略變化。由於以英文發行，佢嘅主要讀者群咧唔限於以色列國內，仲包括咗美國、歐洲嘅外交官、智庫學者、政策制定者同埋國際媒體從業員。喺報導風格上，耶路撒冷郵報普遍被認為立場偏向以色列安全建制同埋主流戰略觀點，尤其係涉及到伊朗核問題、恐怖組織以及地區威脅評估嘅時候咧，經常反映出以色列官方與安全圈嘅核心關切。正因為咁樣咧，佢唔只係一般嘅新聞媒體，更加常被視為理解以色列戰略思維同埋官方敘事嘅重要窗口。呢一篇評論文章係咁樣講嘅。最近呢一個問題喺中東外交圈反覆被提及，就係咧點解偏偏喺伊朗睇上嚟最虛弱嘅時候，美國卻係選擇重新返回談判桌呢？而呢個問題背後其實係仲藏住一層更深嘅困惑。問題嘅核心唔通真係只係為咗伊朗嘅離心機同埋濃縮鈾咩？而唔係伊朗政權正在街頭殺害自己嘅人民？喺6年前，時任美國總統嘅特朗普曾經講過一句廣為流傳嘅話：伊朗人從未贏過一場戰爭，但亦都未輸過一次談判。嗰個時候咧，係美伊關係正處於接近軍事衝突嘅邊緣。喺嗰1年之前，特朗普退出咗奧巴馬政府談成嘅伊核協議，跟住美國重新對伊朗實施全面而嚴厲嘅制裁。2019年夏天，局勢急速升溫，伊朗擊落咗一架美軍無人機。海灣地區嘅油輪接連遭到襲擊，美國大規模向中東增兵，特朗普一度批准咗報復性嘅空襲，佢係喺最後一刻剎停。當時特朗普先係批評伊朗，但係之後咧又表示唔認為伊朗係故意挑釁，顯示美國當時既係有升級壓力，亦都有壓制衝突嘅兩難。而家睇上嚟咧，歷史似乎正在重演。呢個時候回頭睇特朗普當年嘅嗰句説話，伊朗人從未贏過一場戰爭，但係亦都未輸過一次談判，就顯得格外諷刺。如果目標真係改變伊朗嘅行為，而特朗普真係認為伊朗係唔會喺談判桌上輸，喺戰爭中亦都贏唔到，咁點解唔係透過軍事與持續壓力，而係再一次同伊朗談判呢？呢個引出另一個更加尖銳嘅問題：而家美伊談判究竟係會談啲乜嘢嘢呢？喺好多人嘅眼中，呢個幾乎係一種嘅倒退，因為喺冇幾耐之前，伊朗啱啱經歷咗大規模嘅抗議，街頭流血，示威者被鎮壓，政權一度顯得前所未有咁虛弱。
而特朗普本人甚至曾經宣稱喺2025年6月嗰場為期12日嘅衝突中，伊朗嘅核能力已經被徹底摧毀。既然係咁，點解而家談判嘅焦點又翻返去離心機、濃縮比例、核查機制呢？究竟係當時美國嘅軍責根本冇對伊朗嘅核設施造成摧毀性嘅打擊，抑或係伊朗嘅核恢復能力快得驚人呢？特朗普突然之間讓美伊重返談判桌，彷彿伊朗街頭所發生嘅一切示威，突然之間被按下咗靜音鍵。講返伊朗民眾啱啱爆發抗議嗰一刻，當時特朗普罕見咁對伊朗領導層發出警告，要求佢哋唔好屠殺抗議者。佢甚至喺佢嘅 True Social 多次對伊朗人喊話，幫助正在路上 ，Help is on its way。佢又咁講：伊朗嘅愛國者們，繼續抗議，接管你哋嘅機構，記住嗰啲殺人者同埋施暴者嘅名字，佢哋將會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喺無意義地殺害抗議者嘅行為停止之前，我已經取消與伊朗官員嘅所有會晤，援助正在路上，讓伊朗再次偉大。美國總統 Donald J. Trump。同時之間特朗普亦都講咗好多其他嘅説話，譬如好似如果伊朗處決示威者，美國將會採取嚴厲回應。另外，特朗普亦都講過，如果伊朗武力射殺和平抗議者，美利堅合眾國會嚟拯救他們。我們已經上膛備戰，準備行動。美國國務院官方亦都曾經引用特朗普嘅立場，喺佢嘅官方 X 帳號上引用特朗普嘅立場 ：President Trump is a man of action. If you didn't know before, now you know。特朗普總統係一個講到做到、付諸行動嘅人。如果你以前唔知道，而家你知道啦。喺伊朗國內呢啲嘅話被廣泛解讀為一個信號，今次美國可能真係會出手㗎啦。對嗰啲冒住生命危險走上街頭嘅人嚟講呢，呢一啲嘅表態強化咗一種希望。美國唔只係口頭支持，而且係會讓伊朗政權為壓制人民付出實際嘅代價。但係結果證明呢一種嘅期待係錯誤嘅。同1979年以嚟每一次嘅動盪一樣，伊朗政權選擇咗最熟悉嘅手段，就係全面無情壓倒性嘅暴力。根據各種嘅估計，數千人甚至可能數萬人喺鎮壓中喪生，而所謂嘅援助始終係冇真正嚟到。美軍確實喺中東集結咗強大嘅海空力量，但係當呢啲嘅部署完成之後，街頭嘅抗議早已經被血腥鎮壓打斷。美國選擇咗退一步，選擇控制美伊衝突升級。即使代價係對伊朗國內嘅屠殺行為，基本上係不作及時嘅回應。特朗普其實一早就處於呢一種兩難嘅局面，佢唔能夠重蹈佢曾經批評嘅奧巴馬嘅覆轍。2013年奧巴馬對敍利亞化武事件劃下紅線之後，佢係選擇唔去執行。但係同時之間，特朗普亦都唔想成為另一個小布殊，將美國再次拖入一場冇終點嘅中東戰爭。幾個星期之後，特朗普政府內部開始重新校準立場。佢哋擔心局勢失控，擔心盟友反覆警告嘅地區大戰風險。特朗普政府亦都清楚，如果伊朗政權真係倒台，美國冇一個可信嘅第二天方案 （Day After Plan）。所謂第二天方案呢，唔係話推翻政權嘅計劃，而係政權被推翻之後，隔天早上邊個嚟去管治呢個國家呢？喺伊朗問題上，美國最大嘅恐懼唔係打唔贏，而係贏咗之後唔知道接下嚟點樣做。更加重要嘅係，特朗普政府內部對於再次深陷中東衝突存在強烈嘅抗拒，最終政權更迭呢個選項被悄然放棄。當政權更迭唔再係目標，而直接開戰又唔可行，美國只剩下一條熟悉嘅路，就係外交。而喺伊朗問題上，外交幾乎總係會收縮到一個點，就係核問題，因為呢個係最技術化、最狹窄，亦都係唯一能夠傾嘅議題。事實上，伊朗方面早就已經講得清楚，除咗核問題，其他一概不談。人權、代理人戰爭、彈道導彈，伊朗一律拒絕放喺談判桌上。但係核問題唔係已經解決咗嘅啦咩？特朗普同以色列方面唔係都已經宣稱伊朗核設施喺舊年嘅6月遭到美軍精準嘅重創咩？事實上，多數情報評估認為，伊朗當時係秘密保留咗部分嘅核能力，而家重建部分能力，包括未被摧毀嘅濃縮鈾庫存，以及先進嘅離心機。換句話講，美國當時摧毀嘅幾個設施並未能消除伊朗嘅整個核能力。但係真正讓人不安嘅其實都唔係呢個核議題本身，而係談判桌上似乎唔打算做嘅就係問責。對街頭嘅死亡，對系統性嘅鎮壓，對一個啱啱用暴力存活落嚟嘅政權，美國官員試圖安撫外界，聲稱談判應該涵蓋更加多嘅議題。
但係現實嘅係，如果伊朗拒絕，美國係咪真係可以因此離場呢？呢個正係以色列最深嘅憂慮。喺以色列睇上嚟，而家重啟談判就等於喺關鍵時刻替伊朗解圍，抗議者被殺，政權存活，接落嚟嘅卻係談判、制裁嘅緩解、經濟回血。結果一紙協議最終強化嘅唔係伊朗人民，而係呢個政權本身。咁中東嘅不穩只會係延後，而唔係消失。特朗普曾經講過，伊朗係唔會輸掉談判。如今咧，特朗普卻係選擇再次走向談判桌，顯然相信今次係會唔同啦。但係呢一場係賭博。如果今次嘅談判再次聚焦係放喺離心機同埋濃縮鈾嘅技術問題，咁真正嘅風險唔只係談成一份糟糕嘅協議，而係一個早已習慣喺危機存活嘅政權賦予新嘅合法性。以上咧都係耶路撒冷郵報嘅評論文章嘅內容，以下先至係老取主觀嘅分析同埋評論。特朗普一開始到底係咪真係想同伊朗開戰呢？後嚟係咪因為被內閣同埋中東盟友勸止，以色列喺呢個過程當中又企喺邊一度呢？老取認為咧，特朗普一開始係擺出一個動武嘅姿態，佢釋放非常軍事化嘅信號，佢仲講過已經上膛準備行動呢一種嘅措辭，但係本質上咧其實只係威懾。我之前咧曾經喺節目講過，特朗普想像嘅通常唔係全面戰爭，更加似嘅係兩樣嘢。第一，有限打擊，亦都就係咧定點空襲，打指揮節點，打鎮壓工具，令伊朗付出成本。不過咧，而家睇上嚟咧，就連呢一種咧，特朗普都唔會做。第二種咧就係將軍事當作槓桿，簡單啲嚟講咧，就係用睇上嚟好快打啦，去逼對方讓步，或者逼對方去到談判桌上。國際政治上咧叫呢一種叫強制外交，唔係唔打，而係打變成談判工具。所以佢有冇意圖開戰呢？答案係佢有意圖使用軍事去作出恫嚇，但係更加似係試圖控制衝突規模，避免滑向全面戰爭。咁點解佢要從軍事壓力轉到去外交談判呢？最直接嘅原因就係中東盟友集體拉警報，沙烏地、卡達、阿曼、埃及呢啲嘅國家傳遞嘅訊息其實好一致。你美國如果真係打落去，地區會失控，伊朗一定報復。而第一線被炸嘅好可能唔係美國本土，而係海灣國家嘅油氣設施、港口、城市，甚至係駐軍基地。換句話嚟講，盟友唔係喺度幫伊朗講説話，盟友喺度講你打伊朗，我哋會先捱咒。所以佢哋要嘅係降溫，要嘅係唔好將整個中東嘅火藥桶點燃。而呢一種盟友嘅壓力咧，對特朗普嘅決策分量非常重，因為佢牽涉到兩個問題：第一，美國喺呢個區域嘅基地與供應線嘅安全；第二，對全球能源價格與金融市場嘅連鎖震盪。而喺特朗普政府內部，對於係咪真係要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咧，唔係一個簡單嘅二選一決策，而係涉及多個部門嘅選項討論。根據紐約時報以及路透社嘅報導，美國官員透露軍方提出不同嘅軍事選項，並且表示已經為可能嘅攻擊做好準備。同時，外交與情報部門亦都持續評估風險與後果。最終，特朗普必須自己做出呢個決策，並且承擔政治責任。呢個反映出美國政府內部喺軍事威脅同埋外交談判之間嘅權衡同埋分歧。所以比較精準嘅講法係，中東盟友係明確勸止升級嘅推力，而內閣就係提供風險評估與政策選項，讓特朗普翻返去可控嘅路線。呢條可控嘅路線就係談判。再嚟講下美伊關係嘅另一個重要 player 就係以色列啦。根據多家國際新聞媒體同埋安全圈消息人士嘅報導，以色列喺近期美伊緊張局勢升高之際，曾經向美國表達希望同伊朗採取更強硬行動嘅立場。其中包括軍事打擊選項。以色列安全高層同美方官員嘅溝通中，強調伊朗計劃彈道導彈以及地區代理人網絡所構成嘅迫切威脅。根據多家國際新聞媒體同埋安全圈消息人士嘅報導，以色列喺近期美伊緊張局勢升高之際，曾經向美國表達希望對伊朗採取更強硬行動嘅立場，其中包括軍事打擊選項。以色列安全高層喺美方官員嘅溝通中，強調伊朗嘅核計劃、彈道導彈以及地區代理人網絡所構成嘅迫切威脅，並認為當時係對伊朗施加更大壓力嘅關鍵時刻。不過主流媒體同時指出，呢啲以色列方面嘅遊說並未改變美國最終嘅決策。多名熟悉白宮嘅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並未下令對伊朗動武，主要嘅顧慮包括咗地區全面升級嘅風險。
美國再次陷入中東衝突嘅可能性，以及戰後局勢缺乏可控嘅方案。整體而言，國際媒體嘅共識係以色列曾經推動美國考慮更強硬甚至係軍事化嘅選項，但係決策權始終喺華盛頓手中。美國最終選擇保留軍事威懾作為槓桿，而未實際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顯示美國同以色列喺風險承擔同埋呢個策略嘅優先順序上存在差異。以色列關心嘅從來都係3件事：伊朗嘅核能力、彈道導彈、代理人網絡。因此，以色列嘅紅線通常好硬，包括零濃縮鈾、移除濃縮鈾存庫、限制導彈、切斷伊朗對代理人嘅支持。你可以理解為以色列希望談判係解除伊朗嘅武裝力量，亦都因為咁樣咧，以色列對美伊談判係高度懷疑。以色列會問：你談得再漂亮，伊朗係咪真係會遵守呢？你一旦鬆動制裁，伊朗經濟回血，政權反而更穩，代理人更有錢，中東就更亂。所以以色列嘅反對咧，好多時唔只係傾啲乜嘢嘢，而係點解而家傾？喺以色列嘅眼中，喺呢個時間點談判就等於俾伊朗喘息嘅機會，而喘息係會將伊朗從內部壓力拉翻去外部合法性。回顧整場伊朗嘅危機咧，我哋其實睇到一個令人非常之唔舒服，但係極為真實嘅現實。喺國際政治裏面，政權殺戮自己嘅人民未必會帶嚟懲罰，反而可能換嚟談判。呢個唔係因為世界突然變得冷血，而係因為真正讓大國猶豫嘅，從來唔係應唔應該打，而係打完之後邊個嚟收拾殘局呢？而呢一點咧，正正係所有邪惡政權最熟悉，亦都最善於利用嘅國際政治第一邏輯。伊朗冇被懲罰，唔係因為佢做啱咗啲乜嘢嘢，而係因為冇國家準備好面對伊朗神權政治倒台之後嘅世界。所以呢一場談判真正揭露嘅，從來唔係外交嘅成功定係失敗，而係國際秩序本身嘅脆弱。如果呢一集要留低一啲嘅結論，我想講嘅係喺冇第二天方案 The Day After 嘅世界裏面咧，暴力政權往往比正義擁有更大嘅談判籌碼。呢個唔只係伊朗嘅問題，而係整個國際秩序正在面對嘅困境。亦都因為係咁樣，我哋唔應該迷信任何單一英明領袖可以用一個快速強硬嘅決定就可以解決所有邪惡政權。國際政治裏面從來冇乜嘢強人一招可以打敗惡霸嘅強人政治，有嘅只係惡霸喺時間同壓力之下嘅自掘墳墓。而外部世界可以做到嘅，充其量只係透過盟友之間嘅合力圍堵，讓惡霸不至於獲得更加多作惡嘅資源。從特朗普對付伊朗嘅方式，其他惡霸其實已經睇得一清二楚。佢哋好清楚，所謂嘅極限施壓，往往係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嘅一種交易性外交。咁樣，你認為習近平會唔會害怕呢一種極限施壓呢？抑或習近平會當成一次同特朗普討價還價、各取所需嘅交易機會呢？呢個就係老徐想今日同大家討論嘅核心問題。如果你喜歡呢一集嘅分析，請幫忙按讚、分享，亦都歡迎喺留言區留下你嘅睇法。同埋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 訂閱之後開啟小鈴鐺，並且選擇接收所有嘅通知。呢度係隨時論，我係老徐，我哋下一集見，拜拜。